恁着学了耶花，恁着感谢耶花，因为伊是好，伊的主爱永远伫在。这时，请咱来念圣诗第65首，圣诗第65首。为着你的怜悯，为着灿烂的亲情，为着阮出世以来所受一切的阻碍，因着上帝，阮出声，而乐前途与存强，向咱起立来作诗。妈妈，
在我来一起。在中间色容里，收藏着期待，彰显天赋的模样。深深的相信你是独特的唯一，因为有你，祝福只能开启。想要的报告，爱情的。一点点闪光应该没关系的，只要比较清楚的，你看有到很多毛对啊。对啊，你要去前面找还不会看。真情告诉你，你是独特的唯一，永远爱你，宝贝，好爱你。
咱真感谢上帝，上帝用这款的听记录伊妈妈的心情。对妈妈的听习惯，也要伊遐人影是真清楚的听，伊也一个听心境温顺真活泼的心，伊也来感谢妈妈。相信咱也要用咱身体来感谢咱天地爸爸的上帝。咱这条要来三角来听，英文第20篇，英文第20篇。我来替会众，恁着用摇花唱新的歌，着用摇花唱歌，作写伊的名。伊伫放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，因为摇花最大应该受最大的荷乐。因为日邦的上帝拢是伊家，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。变世中的大作啊，恁就将万灵荣光归予耶和华，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予耶和华。就用圣洁的真堂敬拜耶和华。伫日邦中就讲，世界坚固无摇动。愿天如意地快乐。愿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快乐。因为伊来啦，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。
246首，圣诗246首。上帝疼痛赢过一切，天顶欢喜降下地。求你点阮卑微心内，显出你极大仁爱。救主，你是慈悲怜悯，你的听有限纯真。上帝救阮一时降临，阮行行的心，请咱起立来感谢。 请咱同心合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阮感谢你，你互阮到伫你面前，搁一届来向你求讨，搁一届来献上阮感谢诗。首先，先求你安静阮的心神，互阮伫你的下面恭敬你来认罪，也你来求讨。 有你帮助阮人民阮，阮知，阮常常伫阮生活中间会过失，总是阮毋知要怎样伫遐来做遮个，求做你帮助阮，互阮的清洁心，搁一个来伫你下面，互阮会当到伫你面前用欢喜和热心来献做芳芳的祭。 来，互你来感恩，主，阮感谢你，感谢这款，互阮有机会伫你面前，伫遮来你的记忆。亲爱的父神，因为你的爱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全然得胜，得胜有余。
今仔日是母亲节，是上帝所定着水的日子。我每一个家庭，愿感谢主，为着我陪伴母亲来照顾我，来扶持我，来疼惜我，来付出伊所有的一切。也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这样好的妈妈，他们无怨无悔的付出，他们也常常赦免、谅解自己的子女，无论在家庭，无论在每一个角落，他们的付出，愿主你这样的纪念他们，也愿主与他们同在。这款的听本身是对你来，因为上也是听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上帝的爱就是这样，上帝的听，伫我每一个人中间，主来到世间，用听来牺牲伊的性命，为了拯救咱每一个人的生命，互咱甲上帝更好。愿感谢上帝的听甲恩典，这是愿虔诚恳求你。享受快乐，伫所有妈妈因的心上，互所有的妈妈，互因有智慧，有对主耶稣基督来的快乐，互因会当诚做亲像主一样，也保守因的心灵，互因的性命生活全然正信，来归荣光伫上帝圣名。愿平安喜乐，甲伊三甲地地。愿了恳求主你。关顾所有的父亲、有一个孤单徛起的妈妈，因有时身躯病痛，因有时心灵无平安，为个生活也真困苦。愿阁将因的欠费艰苦带到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主，你用人民的听来辅助因，减轻因的担。我愿有积极来互相关怀。照顾友好，阮的生活。这时，愿将所有的祈祷，搁一届摆在你面前，是奉主耶稣基督是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